少爷，别打了！认输吧，倒下！傻呀！千叶哥哥，倒下！少爷，快倒下！你认得我吗？我认得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？我在梦里啊。明天我和娘去钓鱼，娘还答应我教我唱歌呢。这么好啊，那你可要乖乖的听娘的话，知道了吗？为什么人长大了都那么讨厌，总是叫我听话？你要好好的陪着娘，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分钟，不要让她生气，要天天逗她开心。如果有一天她要出远门，你一定要拽住她，一步也不要让她离开。我才不呢！你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吗？我最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自由自在的，没人管，最好爹娘都不在。我想上树就上树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太傻了。你才傻呢！你告诉我，我长大了会发生什么？我有没有和纳兰嫣然结婚？我最喜欢的人是谁？我是几岁离开家的？几岁考上江南学院？还有，爹娘有没有经常来看我，带很多好吃的？哎，对了，我有没有交上很多好朋友啊？你以后会知道的。长大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你骗我！只有长大了才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算了，我不听你的。娘叫我起床了，我要醒了。哎，你要怎么出去啊？梦醒了就出去了。有时候我会很害怕。为什么？我害怕我赢不了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你很想赢吗？
因为不可以输，所以必须得赢。你记住，不管你变得有多强，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更强的力量存在。我们不过是肉体凡胎，几十年就会化为腐朽。你能胜过一块石头吗？你连一撮灰尘都战胜不了。那我们这么努力修炼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唯一要做的是战胜你自己，战胜你的嫉妒心，你的好奇心，直面你的痛苦，放下你的执着。这人生啊，就是一场虚幻的游戏。不过，你要认真的经历它，充满希望，充满耐心。如果花不开，就等着它开。人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的游戏，只要心中有门，我想去哪就去哪。我该出去了。是紫云翼，他真的把紫云翼装到身上啊！你输了。萧炎，你凭2个怪翅膀跟我打，胜之不武。有本事，我们凭双手打呀！岩帮兽，岩帮必胜！
高手。元宝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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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宝元宝元宝同学们，白帮独占焚天炼气塔地下的时代过去啦！我们学生会正式代购地下修炼室门票，只要998即可带回家。998，你买不了吃亏；998，你买不了上当；998，你什么都买不了，但是能购买我们地下修炼室门票，你们说划不划算？我要办年卡。办年卡是吧？对，办年卡我们就赠送你魔晶斗气大礼包1份，外加盐帮高阶聚气散1瓶。恭喜你啊，终于到最后一层了。谢谢藤山长老。现在是我渡你，想感谢我的话，留着以后在这里教书，渡他人吧。是。能否让我看一下你的物件？听见小草发芽的声音，花儿绽放的声音，就宛如新生一样。果然如此。给你一个忠告：古灵冷火，斗气大陆很多人都认识，我一直以为他沉寂了。没想到他会再次出现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从此天下多事喽。所有学院的老生都很清楚，每当我们迦南学院放假之际，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保留活动。今年新生也可以参加了。魔兽山脉，一个既危险又富饶的地方。今年新生将和老生一起参加本次的围猎活动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安全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取得魔兽的魔晶，而不是成为魔兽的午餐。魔兽山脉位于出云帝国和加玛帝国交界之处，这里有我们斗气大陆最丰富的宝藏，
也是最为险恶的地方。正因为这里魔兽异常的凶残，所以在两大帝国成立之初就达成了公约，保证魔兽山脉的独立。这里是一个独立的王国，是魔兽的王国。看一看嘞。别走，看一看吧。小特价，来一半了啊！看了。哎，别走啊！药材。哇，这么多，都是药材。看一看吧，看一看吧。哇，再多点给便宜啊！好，看咱，看一看了，看一看了，好药材。不用找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。喜欢。给我的。同学们，魔兽山脉的天气瞬息万变，不要看现在是晴天，根据我的经验，一会儿魔兽山会有大风暴，所以进山以后，所有人都一定要跟紧，大家可千万不能掉队。哎，你说这个地方，哎，等我一下。同学们，就是这里了。若琳，跟孩子们讲一下注意事项，我去周围巡视一下。是。同学们，这里就是学院的补给点，大家四处找找，把物资都挖出来。好，我先去。对，那边。来，帮我一把。来。准备扎营。学院的储备物资大多都在附近，今天快点把补给站给搭起来。晚上呢，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装备物资准备充分。这什么鬼地方？白天热得要死，晚上冻得要命。忍忍吧，我们又不是出来看风景。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点，争取多取点魔镜。
你说的倒简单，魔兽可不好对付。魔兽？魔兽算什么？他就是再厉害，他能有人聪明？虎家同学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斗者采摘药材，猎杀魔兽，夺取魔晶，在魔兽的眼里，我们就是侵略者，他们会拼了命和人类对抗。老师，那魔晶是什么？魔晶是魔兽体内的一种共生物，只有在品相完美的魔兽身上才会出现。一旦发现有魔晶，便被认为是兽王。而兽王呢，又是依靠魔晶来领导自己的种群和维持地位的。所以，夺取魔晶的时候，一定会受到整个种群的抵制。这次试炼主要是以采摘药材和围猎魔兽为主的练习。夺取魔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，大家不要随便下手啊！老师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三生病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怎么了？韩长老，这孩子他病得不轻啊。孩子，你病得很重，知道吗？怕是不能跟我们一起走了。来几个同学，把他抬进帐篷里。不要，我能行。你如果坚持走下去的话，会丧命的，知道吗？留在补给站，等我们回来接你。韩长老，让他去吧，我们几个一起照顾他。不行，前面路途凶险，带着他的话，会害了他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在这儿休息。老师，怎么了？把他送回补给站吧，他不能再往前走了。老师，我没问题的。这是为了你好。这个地方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把他送回补给站。好。前面的同学，不要乱了。后面的同学，都跟上，都跟上。哎，你们都怎么了？啊？同学们，你们都再坚持一下，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补给站。快点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大家伙怎么累成这样了？才走了几步路啊！这里太危险了，不能停留。起来，接着往前走。让我歇会儿吧，大走也走不动了。大家如果在天黑之前在半山腰歇息的话，这不就等于往魔兽嘴里送食物吗？昊天，坚持住，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拉着你走。同学们，后面的同学都跟上了，坚持住！起来，起来，走。
快！同学们，大家要加油！穿过前面那座山，就到达学院的营地了。恕我心愿，长跑难圆，对我诺言尽力修剪，凝固瞬间，烈日容颜，终身一跃，无恨无怨。孤傲之中剑在手，年少英雄却能想烦恼，凭借烦恼，山呼海啸，至诚纵天下地小，混沌斩邪魔外道，纷扰人谁都插翅难逃。说来痛莫欺年少，英雄不问名号，风雨昂首是朝，刚好趁年少，出笔春草。我小时候啊，在这里扎过营。这里是魔兽山脉最安全的地方。这里的魔兽呢，等级都偏低，那些佣兵团啊，根本就不会来这里。怪你们两个。不过就算是等级很低的魔兽，我们打起来也很费劲。喂，什么情况？走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云来万色，五岳长松；云来万色，五岳长松；云来万色，五岳长松。云岚宗这么好的嗓门，怎么不去卖豆腐脑啊？是迦南学院的长老吧？我是若琳。云岚宗的人来这里做什么？搜查。今日山中出现一只妖怪，杀了我们5个门人。云老宗主传下令旨，务必要抓到凶手，擒拿击杀所有魔兽山脉附近的帮派家族、佣兵团体。我们要一一的细细搜查。我身后这片营地是迦南学院学生的宿营之地，你们若非要进去搜查，也不是不可。不过，请长老明示。问他。我倒是不知道，这魔兽山脉什么时候落到你们云岚宗的手里了？我可是奉迦南学院长老之命来保护这些学生，你们若是擅闯一步，休怪我无情。什么人在此撒野啊？韩阁主，这里都是我的学生，没什么可查的，速速退去。韩阁主，我这也是奉命行事。你们刚说什么妖怪来着？是一个绿色头发的女孩。一个女孩杀了你们云岚宗5个弟子。绿色头发使的什么招啊？他把他们给吃了。吃了？这是人是兽啊？那女孩乃阿难毒体之人，步步有毒。我云岚宗有斗气护身，倒也不怕。不过她和紫荆翼狮王在一块儿，难缠得很。你是说你们见到了紫荆翼狮王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神兽喽？他骑狮子偷袭了我们的领地，杀害了我们5名师兄。那5人被咬得粉碎，尸骨无存。来了，狮子又来了！
来，叫我去会会他。云岚宗阴魂不散，又要上门送死了吗？小野哥哥，小野，你回来！我说啊，咱们想打大家伙，还得往上走。过去我跟我叔叔在这里围猎的时候，根本就不屑到这里来。还要往上走，那得多冷啊！还有什么魔兽啊？来，你过来。魔兽山脉啊，到了这儿就很难再往上了。从而向下，魔兽山脉有一条峡谷，叫镜子岩。镜子岩？这镜子岩呢，是魔兽山脉的腹地。真正的大家伙，可都藏在这儿了。啊？那我们去打一只今天见到那种大狮子回来。嘿嘿。怎么啦？都不敢吗？你呀，最好求老天保佑，别碰到他。你没听云岚宗那个弟子说，他可是吃人的，到时候把你咬个稀巴烂，学校也回不去了。你就在他肚子里炼药吧。我们几个可以把他诱出来啊！萧炎不是有翅膀吗？可以在空中砸他。哎，他也会飞的好吗？其实会飞的魔兽很少的，咱们今天可真是遇上了。这紫金翼狮王是传说中的魔兽，我从小就听说过。哎，我说咱们啊，可别去惹那么厉害的了。我再说一遍，天黑之前一定要归队。假如遇到危险的话，就吹起你们胸前的哨子，救援队就会来救你们的，明白了吗？最关键的，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片森林，一定不许离开，否则记大过。还有一点，保护好你们自己，不要受伤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出发吧。走。
找到什么了？魔兽啊！魔兽呢？别着急啊，这得熏老半天才出来呢。这什么魔兽啊？这个呀，这是1阶嗜血鼠。嗜血鼠？对呀，这可是1阶魔兽，2只眼睛是红色的，魔晶取出来之后可以炼丹。吃了这丹药啊，可以治尿床。我说啊，你们不是打魔兽，是欺负小动物。走走走，走吧，再往你管。多管闲事。看你的了。怎么样？那边，走。小雅。韩长老，刚才云岚宗的弟子又来了，说是让我们撤下山去。凭什么呀？这魔兽山又不是他们家。他们说，已经找到了昨天晚上那个被紫金翼狮王掳走的弟子，说是面目烧毁，尸骨不全。我这不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危吗？可是他让咱们撤，咱们就撤的话，那学院的颜面何存呢？没事儿，在限定的范围之内，不会出大事。喂！这个至少得是3阶以上的不死虫。大家把药都含在嘴里，千万别让不死虫的液体进到嘴里或溅到眼睛。这得多大呀？天哪！小心点。往这边走。不可以跟他硬跑，弓弩箭。
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别怕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你不怕死啊？要死就一起死啊！小眼哥哥，虫子已经走了。有什么好笑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快点，走，快跑，走，快！林秀雅，花天，顾家，小眼哥哥，他们会不会已经死了？不会的，他们自保应该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那边有一条非常窄的通道，那边空间小，只有在那里才能杀了他。一会儿我把他引过去，你躲起来。我也要去。快躲起来！快去，进去！小眼哥哥。雪儿，你没事吧？要不，走。那个虫子呢？哎呀，到处都是。啊，死掉了，死掉了。没事吧你们？虫子呢？死掉了。你们刚才去哪儿了？担心死我了。我刚才跟虎家还有韩贤，逃到洞子外的一个湖泊，那虫子喂水，才没敢追过来。谁知道这虎家是个旱鸭子，一进到水里，他就沉了下去。我们把他拖出来，好一通救治，他才醒过来。那画面呐，那可嘴对嘴啊，我都不敢看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从虫子肚子里出来的，我们赶紧把它抬出去，离开这个地方吧。好。哎，李小雅，你那招嘴对嘴，居然可以救人啊！什么嘴对嘴？你们刚发生什么了？你自己问他。那你呢？你刚刚不是和兄儿萧炎在一起了吗？别提了，我进那个山洞七拐八绕的，没一会儿就迷路了。再走，居然出了山洞进了森林，找了半天才找到我们进洞的山口，遇到你们。不好了，又生出小虫来了！臭家伙！哎！
哎，让我来看看。还没照完呢。我刚吓个半死，我渴。你要是那么怕死的话，还不如回学校去。这个姑娘就咬着后槽牙说话，也不见得对我们说话用胸腔发音。我从小在魔兽山脉长大，做了好多年的猎人。姑娘，哎，你不要怕，哥哥，你帅。我爹让我躲在箱子里面，但那个箱子东倒西歪的，里面又很臭，我就被熏晕过去了，还以为我死了呢。姑娘，不要害怕，哪里人士啊？他都说过了，你还问？他说他是山下药铺老板的闺女，那不死虫下山把他家人都给吃了，他爹让他躲进箱子，就这样。就你嘴快，让他自己说。我姑娘，要报仇吗？哎，我们找的魔晶呢？哦，这个呀，再做几10个再生丹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可这玩意儿就算敲了也镶不到武器上，咱们就再往里面走走吧。不行，再往里面走就有危险了。可是不是你说只有峡谷里才有大家伙的？我叔叔可说过了，再往里……好吧，再往里面走，就会遇见双头火灵蛇了。几阶啊？几阶我倒不知道，不过一旦遇见，就是上千只。更何况，我们还带了一个一点斗气都不会的人。萧炎哥哥，你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觉得那个女孩有点不对。怎么了？我刚才怕她受内伤，用斗气在她身体里走了一遍。她身体里有斗气跟我对抗，我觉得她的斗气会比你我深厚很多。
翔，你不要伤害他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云岚宗老宗主的亲授弟子，云韵。小家伙，你有异火。是。我们交换个条件吧。我可以放他们一条活路，不过你得帮我个忙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个山洞下面还有个山洞，你和我一块儿去。那山洞里有什么怪物？我躲在虫子肚子里，就是为了躲过那个山洞。你们偏偏坏了我的好事，打死了我的宿主，这笔账当然要算在你们身上了。你的异火可以帮我过那个山洞。可以，我陪你过去。不过你也得答应我，你不会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。成交。你境界这么高，自己闯进来不就行了？为什么一定要拖着我陪你？这个山洞非常奇怪，只要人一进入，就会产生幻象，无法走出，直至老死。但对那魔兽没有任何影响。那你带我来干嘛？我又不是魔兽。我说过了，你的异火对我有用。异火是斗地之火，天地自然之王。这里的味道和外面不太一样，只要吸入气体，可能就会产生幻觉。我劝你还是早点把异火释放出来，不然一会儿我产生了幻觉，会将你杀死。那边。小心点。这个山洞到底有多大？我也不知道，古书上没有记载那么多。不过我一路做了标记，应该不会迷路。这个，我们一直都是朝一个方向走，不应该啊。怎么会这样？
这次我们顺着绳子走，方向肯定不会错。又回到原处了。小家伙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燃烧异火是很费斗气的，我的斗气可不像你一样深厚。 应该支撑不了太久了。你真没用！我就不信了。